加福音第21章終局嘅預兆。佢哋問佢：老師，乜嘢時候有呢啲事呢？呢啲事將臨到嘅時候有咩預兆呢？耶穌話：你哋要謹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因為將有好些人冒我嘅名嚟，話我係基督，又話時候近啦。你哋唔好跟從佢哋。當你哋聽見打仗同動亂嘅事，唔好驚惶，因為呢啲事必須先發生，但係終結唔會立刻就到。於是耶穌對佢哋話：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，將有大地震，多處必有饑荒、瘟疫，又有可怕嘅異象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。但係呢一切嘅事以前，有人要下手捉你哋，迫害你哋，將你哋交俾會堂，並且關喺監裏，又為我嘅名嘅緣故，拉你哋到君王同統治者面前。但係呢啲事終必成為你哋作見證嘅機會，所以你哋要立定心意，唔好預先考慮點樣申辯，因為我必賜你哋口才同埋智慧，係你哋一切敵人所敵不住、駁不到嘅。連你哋嘅父母、兄弟、親族、朋友都要將你哋交俾官府，你哋中間亦都將有俾佢哋害死嘅。你哋要為我嘅名被眾人憎恨，然而你哋連一條頭髮都唔會損失。你哋憑住堅忍，就必保存性命。